嚟啦嚟啦，我又嚟講故仔啦。今日咧同大家講下廣州電池廠嘅前世今生。廣州電池廠唔單止係廣州工業嘅驕傲，更加係幾代廣東人嘅集體回憶。由最初嘅手工作坊到後嚟嘅行業龍頭，廣州電池廠嘅故事就係廣州工業發展嘅縮影。廣州電池廠嘅前身係興華電池廠，由潘壯修、潘永光喺1928年1月1號創立嘅。咁最初嘅廠址咧就設咗喺德星路小蒲園發福巷5號，只係一間小型嘅手工業工廠。咁到咗1934年啦，工廠咧就搬到海珠中路嘅蒲畔街166號，開始由純手工過渡到半機械化生產啦。咁生意就越做越大，逐漸就佔據咗廣東、廣西嘅市場啦。咁1947年，廣州成為咗全國電池主要嘅貨源地，而興華電池廠規模最大，設備最好，咁旗下嘅五羊牌電池深受歡迎。1年之後，遠光電池廠成立，推出咗經典品牌3角5電池，佢嘅鐮刀形加閃電形嘅數字商標成為咗幾代人嘅記憶。新中國成立之後，廣州電池行業經歷咗大整合。1953年，工廠搬到工業大道北132號呢度，後嚟就成為咗廣州電池廠嘅標誌性地址啦。1956年至1961年，廣州電池行業進入咗合營改造嘅高潮。49家大細電池廠經過整合之後合併為興華、遠光、新西蘭、永耀4家電池廠。到咗1964年成立嘅廣州電池廠總廠，其他4家電池廠分別改名為廣州電池1廠、2廠、3廠、4廠，從此進入咗穩定嘅發展期啦。1978年，廣州電池廠因為管理先進、技術革新成績突出，被輕工業部同廣東省委分別授予咗學大慶標兵同大慶式企業稱號。咁3角5牌同虎頭牌電池更加被評為廣州市名牌產品。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廣州電池廠成為咗廣州市第一批擴大自主權嘅企業。1982年更獲評廣東省先進企業。1999年，廣州電池廠同廣州肥皂廠合資組建咗廣州電池有限公司，完成第一次資產重組。到咗2000年嘅5月25號，廣州電池有限公司同廣州輕工業品集團電氣進出口公司電池科合併，組建廣州市虎頭電池集團有限公司，實現咗第2次重組。今時今日，廣州輕工集團旗下嘅虎頭電池集團依然係中國乾電池行業嘅骨幹企業。虎頭同3角5兩大品牌繼續喺市場佔據重要嘅地位。咁而家嘅廣州電池廠舊址已經變成咗文創園啦，但係依舊可以感受到當年嘅工業氣息。園區嘅東門同埋北門有2對石獅子，一對就刻住廣州電池廠60年致慶同3角5嘅標誌，而另一對喺1999年由廣州市電池工貿企業集團公司所立嘅，記錄住電池廠嘅變遷。電池包裝車間、生產車間、倉庫、科研樓等等已經變成咗各個行業嘅工作室啦。仲有全自控無塔供水器、水塔、水站、煙通、壓濾機依然保留住，而虎頭公司嘅總部辦公樓仲喺園區呢度入邊嘅。咁廣州電池廠由1928年嘅小作坊到今日嘅行業巨頭，見證咗廣州工業嘅興衰同埋復興。咁無論係3角5定係虎頭，都承載住老廣門嘅記憶。咁而家嘅文創園就喺工業遺址上煥發新生，依然喺度繼續延續廣州電池廠嘅故事。